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真哦。啊，了哈，其他了农路呢，是台湾新兴的国际有名的景点哦。你看那位芦笋旁边呢，强流那个天丘，披顶天当的蓝天，拍雨还有烟味的墙山啦，风景真景非常的强哦。啊，样好风景呢，下来国内有名的饮料业者，还有航空业者来那边翕广告。等等广告的放送呢，了农路呢是变作非常的有名。半年之内下来，国内外8万个观光人潮哈。一般的观光好，老了条路按做博朗大道，但是当天你讲中的客家乡亲呢，稍微要按做係博朗大路，乜解原因哦？就係因為按到觀光人潮呢，仲係車輛嘅交通嘅問題啦，甚至係排放嘅廢氣、空氣污染啊，甚至按到遊客來到那邊留了吵鬧嘅聲音、亂掟垃圾，還個無位數上騙數種種嘅問題哦，使得當天鄉親非常頭拿痛哦。因為按到人潮破壞佢哋原材好嘅生活品質，還有好嘅耕種環境哦。但是菜鐵觀光業者上面有人看到，佢哋增加投資買新嘅設備，希望上來限卡到觀光人潮咧，來呢邊欣賞一樣嘅好風景哦。不過呢個池上鄉公所呢，也希望用按好嘅環境呢，來打造呢池上鄉變做就慢發慢遊有觀光特色嘅慢上哦。都在呢條啲鄉親講嘅博朗大路，有辦法變做池上鄉通往觀光特色嘅慢上嘅觀光大套模呢，像底下嚟到呢嘅巴崙沙區嘅透明現象館，將台東嘅裏邊並台下鄉親共同嚟討論，共同嚟關心。開會了！好，歡迎來到呢下村民台飛療養現場哈，嚟喺度呢灣岸沙區嘅透明現象館嚟到哈。都看到呢現場，無論係呢個灣岸村，也係建興村，甚至新興村咧，鄉親大家坐人人，大家安坐，大家好。好，希望大家好。好，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哈，因為大家都非常關心呢個議題啦哈。天時啊，當然，先介紹來賓。第一個呢係林義花東縱管處的秘書周運紅周秘書，您好。大家好，好，請坐，謝謝。馬上為您介紹聽日來賓係池上鄉鄉長林文堂林鄉長好。大家好，大家好。好，第三位來賓係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並環境的教授宋炳明宋教授好。大家好。好，教授請坐，謝謝。今日看到你聽到鄉親坐到了比較立馬帶點的吼，天時安嘅來關心了，記得會。種嘅家鄉吼，因為按用嘅博朗大路吼、博朗大道爆紅，造成對佢哋生活品質也好啦，耕種環境也好啊，造成嘅生態影響吼。都帶咧觀光熱潮有幾熱吼，對佢哋造成影響，還個居民嘅實際新聞度嘅想法係乜嘅呢？係想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一片係有名明星金城武去年為航空公司翕宣傳廣告，刺激嘅地點之一，台東池上博朗大道。透過廣告嘅放送，當到遊客上站來呢片留了，如果係家庭歸前來，如果係遊覽車再等來呢片。覺得這裡真的就像廣告一樣，拍起來很美，然後當然可以遇到像男主角那麼帥的人，當然也很好。差不多，可是樹好像沒有像廣告中那麼茂密。對，它好像比較枝椏，好像可能葉子沒那麼多。本來點心嘅社區，因為呢個廣告變個當有名，無論係平常時亦係兩日，遊客陸陸續續來呢片。旅遊業者甚至係用誤公車載定遊客欣賞當地嘅天然風光。對於去年到了下，博朗大道變做池上鄉新嘅觀光景點。這天梯啊，就是農民啊把它維護起來，所以環境當好。所以我們在這樣的一個這個長榮航空來到位拍攝以後，家親老遠，人客大部分都會來到這體驗天然景觀。那農業這個保守咩看到人客很多，大家就還覺得說，好像環境改變呢。只係遊客變多所產生嘅問題也當多，農田地外看得到青菜堆嘅垃圾，路旁過路人同車爭拖當危險，
日班下车和无生意跌落需求，日头因为观光所产生嘅环境冲击，并未机密所上嘅看到嘅。新闻样片里面看到该条农路先讲博朗泰路啦、博朗大道最近用碰顺，你发现冇？芦笋滨甜度都一记天后墩都冇那天后墩没凭空消失的，完全没有电线杆这件事情呢。令湾南沙期呢，从民国93年开始10年的他们花了10年的时间去说服，不管是电信公司也好，或者说电力公司也好，把所有的缆线、管线都地下化所以10年的大标，10年的坚持要今日按后的讲紧就看得到稍等来看下博朗大道、博朗泰路的种简介去默解啦其中迄段呢景园村、老湾湾村夹几俩地方，所谓景新2号道路其俩接总共从2.8公里俩接的路的，迄段呢所谓俩种景园村、滨湾湾村夹几俩地方因为2006年也就是民国95年的时间呢，跟同时博朗咖啡来翕广告，写青岛手飞照的情况都在该条暗江的路东那边呢，沿了迄度了翕所以古早有博朗大道啦但是去年呢，那个金城武金上呢来翕放松那种航空公司的广告以后呢，变成国际观光客也因为这金城武的国际知名度找到这里来，所以你好来博朗大道观光业，不单是国内也还有国际的观光游客也非常的多啦目前看到的平日有300人以上，表量有830以上该都去了1礼拜。轻易差不多有3000人次以上表量的话呢，游览车是有15台那种小轿车啦、海雅，差不多100台以上所以不管是游客的量，或者说这些车子的这些量，它其实是不是都已经超过了这个环境的生态能够负荷总量？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先请教我们宋炳明宋教授，就是说，其实我们眼前这一块就是博朗大道这个附近这些田地。居民一直想要往有机的方向来做推动这是一个理想，也是个愿景。那能不能做得到？那当然是要靠大家努力。但是目前看到是这么大的游客的观光人次和这个是汽车，它是不是已经超过这块田地它的生态负荷总量？还是说这个其实还在可接受范围里面？我们从上面的资料看得出来说，在假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处理观光的问题上，我们都是在看尖峰的时候。假日的时候，如果有800人以上，甚至于能够到最高3000人，然后大家是集中在博朗大道上的话，短短2.8公里。是我们虽然说并没有做过，我本身没有并过很仔细的评估它的生态的承载量或者是油气的承载量是多少，不过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个道路要是能够容纳下3000个人的话，那是非常拥挤的一件事。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它会有很多的现象会发生，生态会受到影响，当地的居民的会不便利。那刚才主持人有特别提到，如果两旁边是有机稻米区的话，现在我看来大概可能并不完全是。那如果是跟不是，那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种的影响。所以这样子我们可能要更仔细的看它旁边的所有的环境的元素，我们才能够判断说它是不是到承载量。如果它是有机生产区，那么就毁了。如果它是要朝有机的方向走，这条路就更难走了，是这个意思吗？是毁倒不见得会毁。我们要是经过规划，我们经过游客的管理，我们经过他一定的行为的控制，当然还是可以的。但是可是所以是有解的。是，所以这个我们叫做生态旅游的规划，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的负面的影响减到最低，然后把它的好的东西可以把它发扬起来。可是无论如何，这个是要经过一个整体的规划或整体的各方面来看待这一件事情，不是从一个面向，还要大家共同来配合，没有错，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是的，要大家一起来。好，谢谢我们教授。再来问到我们是纵管处我们的周秘书，就是说，其实这样算下来，如果一个礼拜将近有3000人次的话，半年大概就有时候因为这还碰上这个过年期间，所以已经超过8万人次。其实对整个纵谷风景区来讲，这8万人次也是很可贵。如果可以分流到我们纵管处其他辖下景点的话，其实也是鱼帮水，水帮鱼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就目前我们纵管处这边有没有想要把我们的博朗大道这边列入纵管区纳管的一个景点，或者说纵管处纳管景点之间如何跟这个博朗大道互相来支应？
或支援，就把这人潮适度的分流到其他地区，不要说过度于集中，好，这对生态造成影响很大。那秘书，其实我们也在思考说，在这样的一个承载量的一个情形之下，怎么样子让这个地方可以达到一个分流，让鱼就诚如主持人刚刚讲的鱼帮水，水帮鱼。那其实就观光客来说就诚如刚刚宋教授所提的，他们也都还是需要被教育了我们怎么样去尊重这边的自然，尊重这边在地的居民，在你消费之余，不要留垃圾，不要留太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是。对。那我们管理处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整个纵谷地区都是以朝低碳旅游的方式。低碳旅游。对。那并不希望说是在某一个景点特别的，在这样的一个承载量之下，超出它原来的一个负荷。对。所以等于说，纵管处这边也觉得说，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蛮严重了，形成了该解决了来看一下，都在按多人潮来对你遐点清嘅万峦沙其他西总头产生哪条影响主要嘅影响哪条可能第一部分呢是垃圾变多诶，垃圾变多，再来是。那到都带喊那农民，他利用八嘎白田200公顷的这个农耕的这个水田所以它影响了居民还有农作农耕机的进进出出。你看看，大田那施肥的个时间人家讲的 V 皮的时间那农用的车子跟那个观光客的游览车就会有冲突了。再来偏瘦唔拉，其实人都是吃喝拉撒，这是免不了自然生理反应，所以偏瘦也唔拉。再来。有还老了的吵闹的嗓音，噪音太多，还有青菜停茶、人车争道，种种负面影响是非常多。你可以帮我们现场的向心你现场的向心，对很多人他来到你那边看风景看景，但是对因的生活、对因的耕种，产生样板些影响，你取到系有唔好的，希望做到咧建议，记得咧改进的像卡叔好吗？这位大姐。那首先就是大家来这边看一下我们的风景，我们都觉得很高兴、很漂亮，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饭包一定会带进来，然后应景的就是拿个咖啡照个相，这个都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希望说，在吃完饭包、喝完咖啡之后，把这些垃圾再一起带回去，怎么带进来的就怎么带回去，不要到处桌上一丢啦，田里一丢。不仅是影响了我们田里的作业，然后也造成第二次的环境污染。谢谢这位大姐，谢谢。还有哪一位乡亲？好，这位大哥。呢片200甲的土地，听主持人讲的，只有分有哪里起上加白沙被农民所持有。虽然佢係一個公共財，但是佢係所有權呢係分給所有起上嘅農民，所以我哋就考慮到家嘅權益嘛。當然，所有農民也非常嘅歡迎我哋遊客來帶動我哋起上你嘅觀光旅遊繁榮安尼但是從你嘅頭先講咧，你嘅時天嘅時節、耕種嘅時節、割禾嘅時節，你到農機喺啲農路上呢個行很多嘅遊客佢也冇規劃呢個好嘅素材都被天差呢個生態圈影響到你嘅農機嘅產業也非常嘅危險那萬一造成到乜嘅意外就當危險所以呢呢個部分呢，希望講有關單位我哋主持向總理度來想辦法，大家來共同來解決希望所有的游客都能夠尊重、珍重這社區這麼多的鄉親10多年來共同的堅持和共識還有哪位鄉親？好，這位大哥。全國都去各個景點攏衝到係問題啦，是偏數嘅問題。偏數唔啦偏數唔啦，人都有內急的時候，偏數唔啦。窮人嘅問題啊，窮人問題。我們就擺落到縱谷管理處，就那個人保安局要提供那偏數嘅問題。縱谷管理處要答應那個人改善。保安局要提供一啲提，鄉公所、鄉長要領導來規劃，就那個人試過時呢。但是呢，試過如果出嚟就問題啦，管理嘅問題出問題啊。馬上變偏數多垃圾。保安局還沒有講，冇到常常要辭職。我咁樣希望講，大家來協助，看能樣辦解決呢個問題。咁你哋提供出來土地本鄉公所規劃，個土地睇啲到哪位？
是都保安局顺着咱的金源村的办公处顺着呢。办公处没拄到附近啦，因为保安局的偏数嘛是基座是做年代已久啊，不符合现代的，要磨白土啦，搁细改错啊。好，还有哪位乡亲有意见的？好，这位大哥，嘿。从礼拜日、礼拜六，乡亲来转来，伊拢问啊，因就去视察哦，慢那条路嘛，慢那条路去转来，本来就是伫个田方转来，而家改伫这片转来，所以造成因个就。所以我看人来转来先大条问一下，哪一条路行的？唔会视察，唔会视察哦。而家热点问题拢真严重，真严重，茶流的问题。来一直讲，因为解决真简单，我们应该用接驳车的部分。用接驳车，礼拜六、礼拜天用接驳，比较低碳呐，哈，我们按多查一下，降落来。接驳是用接驳车的话是，我们停车场在哪里？很简单，我们在客家文化园区有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场。我池上的台东的客家文化园区。对，离了那轻易呢，有一节路对，就是用接驳就用接驳。骑脚踏车还是用？各种的电动车啦，都可以用接驳就低碳的方式是才不会造成我们这边塞车。如果尽量宣传小轿那个游览车的部分就用这样接驳，你的大型小轿车的部分也是用宣传，看他，因为这个是他的意愿啦，是。当然我们是用宣传的方式，你宣传的越多，希望他们配合的会越多只有脚踏车，还有一些车辆。用低碳的方式生活，才能不会造成我们这个不然像这次过年初一到初四，外国话今年都冇一了啦，今年冇一了，搭3万又冇一了。出门的，这个指挥交通都冇会啊，我做买了希望我们公务部门这个接驳的问题还是要处理。好，大哥是讲交通问题、接驳车的问题，好，感谢。还有这位乡亲，大家好，大家都知道那个197沿线我们有内四村，就是我们的景园湾跟复兴跟振兴哦。那这一条197是主要的连外的联络道路哦。那刚好呢，如果说这次就是大家都游客很多的时候呢，那我们要从这边出去，然后就会看到很多大车小车都在旁边这样停。那除了大车游览车小车游览车。还有婆婆妈妈的补步车就跟在后面，那到底我要走左边走右边走不过去，那我们这一条路你就会看到妈妈要去接小孩要去市场买菜的时候，她就是必须要去比较危险到对面车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那不然就是大型的那大型的游览车就会在路边，也许就是把它指引到别的地方，或是这样看怎么样可以处理一下这交通的温暖的问题。乡长，是这个。交通的问题、垃圾的问题这个规划问题，乡公所看到了，有提出相对应的办法了吗？金城武他到过世界各地，他有到过很多地方，那难道其他地方都爆红吗？没有吧。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只有池上，我们池上人自己要感到骄傲。但是骄傲之余呢，我们要做好自我的管理。对，这第二点。那尤其是在厕所这个部分我想特别在这个地方做一点补充，就是说可以使用的部分，像这个原乡馆还有我们的这个保安宫以及万安国小厕所，但是国小那个地方会影响到教育。那另外呢，公部门想找其他地方来新建厕所，但是呢土地实在是找不到有困境。那刚刚我们那个保安宫的这个我们的村长也提供说那个地方，当然我们已经做了有2处在做改善，那个地方在做改善了。我想在今年度应该就可以做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是。那另外呢，在厕所部分这个部分，大概也在纵管处的一个协助之下可能在年底之前我们公所自己的一个县府的一个努力之下。今年年底之前会有成果是。那另外在交通的部分，刚才我们另外刘远村长也提到这个部分它事实上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动线以及旅游的品质。因为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小道，那尤其是在往农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如果说有很多的游览车，也没有经过我们的这个允许，然后我们也有做了禁止的标志，那他们就进去了。
也有这么样子的。所以乡公所做禁止标志都没有效。那也有部分啦哈。现在目前当然游览车比较没有往里面走了，那现在就是小车，像小车。那现在刚才我们村长提到一个就是接驳的问题，它倒是一个很好处理的方向。那我们也酝酿了一段时间。那这个部分包括在保安宫的一个接驳，包括在客家园区的接驳，以及未来在警政单位在富里跟池上的交界，那个地方有一个地纽故事馆，那个地方也纵管处要交给我们来做经营，那个地方也可以停个10几部的游览车。那个地方整个的接驳的一个游旅历，整个来走一趟池上的一个深度旅游，我想这个比较实际。所以接驳，应该是未来真正对池上的一个整个自然地景，以及在这地方人文的一个努力，它的结合的一个成效，让大家更能够体现出来。好，所以乡长认为说，这个交通问题其实是已经有解了哈，只是说这个要有时间，要有步骤哦，公部门有公部门这个流程要跑好。但是我想再请教乡亲，针对的交通问题，不管是停车也好，人车争道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乱停车、交通混乱、没有分流也好，针对交通问题还有意见，请举手发言好吗？好，这位大哥。以我来看的话，我会比较从一个大的面向，当我们池上乡整体是把它发展成一个休闲农村形态的主题乐园，这样子的观念去经营它的话，我想有很多问题我们事先可以去想得到。那当然了，这中间还要有主导者。那主导者目前呢，我们观察起来的话，如果以乡公所的角色去主导这个所谓的我们的休闲事业的话，会有一点点困难，因为乡公所是行政单位，它不是一个盈利机构。那我想，我们如果说把池上整个当成一个主题乐园来经营的话，它就是一个经营的模式，它就不是行政单位可以去处理的问题。那当然，这中间，我曾经受教于就是我们宋炳明老师学生态旅游这方面呢，我们在所谓的承载量的部分跟总量管制的部分呢，我想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来克服。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要谈的重点，我们要建立一个服务平台，而且这个服务平台是民办的。是官方协助人民来办理的，因为我想发展观光事业就是要让大家经济起飞，那么经济起飞又不能破坏环境，这中间的均衡，可能民间可以拿出来办法，会比官方可以思考到的角度要来得更广大一点。但是官方要给予适时的协助，等于说政府部门，等于说政府部门、公部门要提出一个协助你们办法，那由民间来做。就是比较不会有这个他跟他行政单位角色抵触的问题。没错。所以说，我想在整个观念上面来说呢，我们恐怕要把从伯朗大道再把眼光拉大一点，因为以现况来讲，伯朗大道客人这么多，大家会思考的问题，造成不便呐、农路进出困难呐、垃圾问题，它对我们池上的观光、池上的经济发展到底有没有帮助？事实上是正面的，可是对我们大家周边的环境实质上有没有帮助？好像又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想它的均衡的结果就是说，好，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旅游服务平台是民办的，大家来投资，那么这些政府想到他是看到问题才会解决问题，可是民间可以先预想问题，所以民间要先提出想法去跟公部门沟通。没错，那我们把整个池上经营的获利再拿回来回馈这边，比如说刚刚村长讲到接驳车的问题，我们的接驳车如果说是像我们牧野度假村那种就可以自营自足就对了。对，它是电动的，它是列车型的，它是常态性的班次，旅客都可以去搭乘这种很可爱的小工具，在这边走的时候，很多车辆问题就会去解决掉。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乡长，就是说，这个刚刚也提到说，其实乡公所是一个行政单位，它其实也很难有一些这个发展的部分，在盈利这部分有些发展。但是您觉得这位大哥的建议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区块我们自己在做的是一个三生产业、人文化地景的一个部分，我们是已经把它层次拉到了文化部来做文资法保护的一个区块。那这个部分不是外人他能够了解，也只有我们公部门自己提出来，我们已经提出来了。那这个部分呢，已经走在应该讲说全国的前端吧。是那是一个文化地景，文化的呈现之后的自然地景，所以这个部分呢，应该讲说在整合的部分里面
我应该讲说哈，有一点我也要跟我们的业者哈，也要一点大家的一个呼应哈。有很多事情公所在做主导的时候，也拜托他们都能够参与。有一些没有办法说完全的请他们来的时候，有时候就没来了。很多真正的政策要执行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的缺失，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盲点。所以这个受惠于这观光人潮暴增的业者，不要忙着做生意啊，公共事务参与也很重要，因为这未来的整个池上美好也需要你来尽一份心力，提供意见啊。但是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纵管处，就是说，其实这个不管是停车场也好啦，或者周边这些关于交通这些配合，其实纵管处也有一些资源可以释放出来做一些配合嘛。这部分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吗？跟乡亲报告了哈，那。我们刚刚有听到，就是乡亲有提一些需求，比如交通接驳的事情那也听到说，池上乡这边也有一些的规划了哈。对。那事实上，现在看到的是说，这么多的游览车跟小车都进来了，那一定有一些承载量的问题。那可是，在游园车、交通接驳车的部分，因为它会涉及到一些法令，比如说路前的一个是不是同意，甚至就是说后续来经营是哪一个。这样的一个汽车业者，那他后续的一个经营的盈亏的问题，我想这个部分公所这边有提出研究，我们后续看怎么样可以来协助的话，就会来去所以纵管处会跟乡公所共同来对，这是促成这件事情。那另外就是说，其实在整个我们交通部的一个政策上面，因为随着今年6月我们的一个铁路电气化，东部的铁路电气化，那甚至就是说往后。可能苏花改，甚至就是我们的国道的南横公路，这些东西都慢慢在这几年间都会完成。完成了以后，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人潮，如果进来的话，其实我们也在思考后续这样的一个交通运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事实上，交通部很清楚的就是说，往后东部的一个交通政策，它会以轨道运输，就是铁道为主。那公路系统为辅，那其他的就是说到了火车站以后，周边的这些像比如台湾好行、观光巴士，甚至就是说我们的业者他有一些的接送短程的一个巴士。那最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光也在推，就是说我们现在自行车的一个旅游。那我想这些部分火车站也都会建置一些铁马驿站，那这些东西都是会让我们游客能够更方便不要。都是自己开，甚至就是游览车来。对。那尽量就是让大家从火车站的之间到我们的景点，甚至到观光业者那边，都能够用自行车，甚至更低碳、更旅游的方式去接近我们的景区的。好，那未来的路网的建制的整个完成，或者是说这不同的运具之间的转换这是。比较长远一点事情，但是近的来说，马上录影之后，隔2天又是周休2日，这个交通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现在请教我们当地这个关山这个分局的杨副分局长，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在这个县道的197跟台9线，以及波浪大道、天堂路，我们都有派交通岗，还有机动的来疏导。那这个问题，那游客配合的态度跟实际状况又是怎么样？这个我们游客的品质有好有坏啦，大部分的游客都 OK 啦。当然啦，有少数的就会违规停车啦，尤其是大客车、游览车，它一进入天堂路、波浪大道就造成塞车。它不能开罚单吗？那起初我们都有乡公所有设置禁止标志，那我们有岗哨同仁在交通指挥。但是如果毛雨的时候这个游览车的司机他为了游客的方便会因为这个道路有很多可以通到天堂路跟波浪大道，对，他会进来。那这个解决方法就是乡长跟这个市长提的如果有这个，所以这情理法法理情，在这个当下，在那个执勤的现场，其实经常有困扰发生。有困扰就是这个游客的途增增加了这个交通的流量。那希望有这个这个停车场有接驳车是最好，能够解决我们交通。在紧接着这个清明节的连续假期应该能够交通会比较顺畅对我们当地的观光我们农民的作息会比较好。好，谢谢。
那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宋教授，就是说，其实呢，这个路网的建制或者说的交通的便利性，它其实改变了我们的旅游的习惯，也对我们的旅游的这些景点形成一些冲击啊。那教授怎么看这一波的这个伯朗大道大爆红啊？这样的冲击对这个区域产生哪些面向？池上的居民大概受到观光的影响，会有正面性的收益的，大概是比例是比较少的。大部分他在这个上面并没有获得直接的利益。当然，我现在讲的是直接，比如说他可能没有他可能没有开便当，开便当店，他也没有做民宿店。那当然他的可能税收多了，说对他公共建设会有些间接性的这个部分，所以大部分的大部分的在地居民是受到比较负面性的干扰的。刚才我们很多乡亲都已经提到过，呼吁，其实姿态都很低哦，都非常希望说游客能够帮忙。可是大部分的居民，他们其实是受到委屈的。就算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规划跟整体的执行，那也有我们的组织在运作。可是不要忘了，观光有另外一半是完全是观光客，他不会受你约束，不会你管理的。我们刚刚很高兴听到我们纵管处，我们希望走的是低碳，可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走低碳最大的障碍是方便度，大家游客都是要方便，对，那个是截然是冲突的一件事，游客不会去管你这么多，所以游客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来这个，我们的警察同仁是非常辛苦的。那我这边又再提一件事情是，这整体都是要花钱的，只是我们大家不知道这钱可以从2个地方来，观光客能不能够带来钱？第二个，我们政府的公共预算，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的部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来我们看整体的规划里面，不是只有环境，不是减少冲击，还有看那个钱要怎么来分配，利益要怎么来回馈。这里面有好多的问题，好多的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很忧心是忧心的对的。我们当然一炮而红，一夕之间这样子，我们根本就不要做广告了，游客就来了。可是接下来所会产生的整体性的经济的这个部分，好，比如说我们的警察同仁，他的那个业务增加了，他一定是要花很多钱的。那我们的清洁队我们的清洁队马上增加业务，我们也是要花很多钱的。那可是我们另外一部分，我们获得的收益，垃圾处理的量也增加了。是，所以这个东西的那个不平均，如果我们在我们公务部门这个部分，其实大家都已经思考得很好了。可是我们就是要去看看游客的这个部分到底要怎么来运作。这个麻烦事还在后面哦。不过大致上来讲，这不是我们池上才有这个问题，全世界各地都发生类似的问题。好，那我们等会好好来谈。好，先关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中央纯品台北节目现场哈，那我还是要先请教我们宋教授，就是说，其实您这样观察哈，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就是不能讲它浑然天成了哈，但是说它本身素地的条件就很好，居民的社区共识也很够啊，所以你要盖铁皮屋就劝说你不要盖，那我也愿意配合啊，所以这是难能的部分。那这么多游客进来，对环境的冲击，您可以再跟我们再
更详细的告诉我们吗？让当地居民可以更了解，也提醒游客要规范一下自己的举动。嘿，好的，那这个部分就是回到当初大家讲的有2部分的冲击，人文社会，大家其实每一个乡亲都讲得非常多了，他的生活作息会受到影响，他的停车位被观光客占据，他走出来还要过马路，还要小心车子的这个问题，这个大家其实都非常清楚。那在生态方面，我们虽然讲的说，我刚刚有提到说，如果我们的伯朗大道，伯朗大道是最多人的地方，伯朗大道如果2侧它是属于有机田的话，这个影响会很严重，因为有机田它是法定的一个名词，它会有检验水、检验。那我们的观光客，如果说我现在听到是在大量人潮拥挤进来的时候，这边厕所不足的时候，他要方便怎么办？他中午吃便当的时候，他可不有些公德心不够的，他会乱丢怎么办？那个农田恐怕就没有办法经过检验通过了。当然，如果他还没有到达有机验证的这个的阶段，它的那个影响会比较小。那可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会有空气污染的问题。空气污染，如果这边很多车子在穿梭或者停下来，马达在转动，而并没有熄火，造成的空气污染，不要忘了我们的植物，不管你是景观树还是我们的稻田，也会得慢性病的。因为空气是的，它跟我们的所有生物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要呼吸的。废气吸多了也会得慢性病。一样的，你去看看路边的行道树，常常会生病，会有斑点，会有各种的这个病害的这个的问题。当然是的，还有我们的水源，还有我们的垃圾，这里面我们所吃的食品的添加物跑到田里去，这个不是我们农田需要吸收的东西，还有我们的农夫这些问题，对我们的农夫的作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家不要忘了。大家游客来的时候，我们的农夫一样，他是没有假日的。他在田里面，他在工作的时候，他一样要吸废气啊，或者是说他的工作，他的农田机在路上走之后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情形讲来讲去，我还是要讲说，生态跟人文是混在一起的。好，那我现场开放给乡亲，你认为除了教授刚刚讲那些东西之外，还有哪些问题也是很严重，甚至说你要呼应教授的，你要再加强补充的，请举手发言好吗？那该乡亲。好，这位，我是觉得说现在我们欠的是什么？是一个整合这样子。我跟大家举例我们池上这边起码有3个地方可以停游览车。一个什么地方？客家文化园区，还有一个呢，那个大坡池，还有像刚刚乡长讲的就是地牛馆那边也可以停着。再过来呢，就是我们社区里面，刚刚前面提到有保安宫，然后还有我们道明原乡馆这边，然后还有那个万安国小旁边的那个警员派出所那边都有停车场可以停。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个系统？就这个游客可以找到这些停车场。对，这是一个。然后再过来呢，其实我们台湾不乏这个案例，像台北的 U-Bike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的系统。甲地租，乙地还，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池上，我觉得是花了将近上百亿去是没有错，是没有错。但是我在讲，就是说台北市花上百亿，说真的啦我这样这几年的观察啦我们池上说真的有一个东西很多，就是铁马，就是脚踏车很多。现在我们欠的其实就是一个整合而已，就是一个整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策略联盟，我们自己在地，我们最清楚我们有什么资源。甚至是我们在地我们要怎么走，其实只要我们这几个村子，我们这几个村子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共识，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甚至连复兴村的巡守队都来帮忙干什么？疏导那个就是那个管制交通，他们牺牲他们的年节假期啊。对，其实这是一个我们池上人一个很好的态度。我们池上人其实这边普遍都有一个愿意这样奉献的态度。其实就是说这几个地方出入口管制下来。不让外车进入，然后这些车呢，你就是规定你要停在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呢，就是有脚踏车可以租借，这样子做有个什么样的好处？第一个，脚踏车业是不是就有钱赚了？再过来管制车辆这样子进入，不让这些人很快速的就通过这个地方，甚至是把他们的就是他们要下来，他们就一定会花费。那相对的，是不是对于我们在地的经济也有帮助了？其实，所以我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会很高兴，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资源了。那这个是我们池上乡
说真的啦哈，它是我们池上乡很珍贵的资源。这个是还好，我们池上这边，我们东部这边，我们没有赶上，我们没有赶上台湾的经济起飞，所以我们这边的天然资源才能够获得保存。那您会不会担心说，譬如说这样的一个管制或这样的载运具的这个转换，造成游客的不方便？如果来这边旅游这么不方便，我一天如果跑3个景点的话，这样子这边可能就要花掉我很多时间，我就跳过去。我觉得这样更好。这样更好。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发现这个是现代人的旅游所以你们要心挑选你态转变。们要的游客。对，就是不是深来者不拒度旅游。深度旅游，其实我觉得我们池上乡它更应该要发展的是深度旅游。是，尤其是近几年，我有发现整个的旅游生态是已经改变了。好，嘿，所以就是我们的总干事非常的有自信，他不担心我们这边没有游客，而是他们要选择适合来这里真正深度旅游、有品质、愿意进行高品质旅游的游客。好，谢谢。还有哪一位大哥？好，这位。我们要如何去做这样的油气量管制？那可能必须要透过车流跟人流的分流。可是你要如何去引导这些车流、人流，它要到哪里去？那可能也要先透过说，让我们的一个资讯传达更为透明，让我们的餐饮业者可以提升，甚至让辅导我们的农民做精致农业的一个提升。那这些游客他知道说，目前在伯朗大道的游客量的管制已经超过多少？那他可以先选择在池上乡的各社区、各村庄，或是我们做一些深度农业体验。可能主要干道路口都要先设那个 LED 的看板，他说，目前这个伯朗大道还可以容许23人。其实也不需要在各路口啊，在我们的停车场，其实那边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停车场已经快接近饱和了，大家先分流到其他景点去。对，然后透过这样一个资讯传达的平台，然后让他可以知道，其实这段期间我还可以去哪里，然后就在周遭的一个池上，那接着达到我们可以共同去发展池上的未来一个观光瓶颈，它不再只是让游客量的无限制进到这边，然后没有带来任何经济效益，只是丢了垃圾，对，然后制造了噪音，然后空气的污染，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了。所以我们希望说，利用这一股风潮，带动池上的未来发展，同时又不要去伤害到我们的既有的生活环境品质。好，谢谢。还有我们哪一位乡亲？好，这位大哥，嘿。以我们举例说，在台北现在信义捷运纪要线的通车嘛，造成永康商圈的一些冲击嘛。那我曾记得说，他在以前永康街，它只是一个社区的公园。对。那遍布的是路边摊，就是流动的摊贩。那在20几年前造成的脏乱，在当地的居民也是造成了相当的不便。可是呢，我在这几年，在最近信义捷运通了之后，我们去永康街再看的时候呢，他们的住户呢、居民、里长跟当地的店家都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共识，这是共同维护他们一个环境的整洁以及交通动线的时间。对，20几年的时间。对，所以这段时间，人家花20年的时间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结果，那相信我们不需要再花20年去讨论那些些微的细节。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果，不需要再去争议。我们可以后发先至。对，当我们知道说，人民是可以教育的，游客是可以约束的，那我们自己就可以先由我们当地的居民啊，然后公部门所有的人一起去共同去自治，我们一个这样子的环境。那我相信说，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观察的话，它相对带动的不只是商机，甚至于你当地的一些居住的品质。然后物以类聚，对啊，那这是我以一个外地人在台北来这里看到的一点，说可以大家去参考的一点意见。好，谢谢这位大哥。好，那我想我们讨论到现在呢，我们要把问题回到我们的乡长哈，乡长，我们这么多的乡亲都非常非常的称许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啊，也都希望说公部门在这部分呢有一些可以跟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的协商讨论。尽快凝聚那个共识，不用像永康商圈花20年，我们可以后发先至。您觉得这个可能做得到吗？就刚才说，我们这几个乡亲所提到，以及教授所谈到的这个影响环境的冲击，以及到这个整个交通，我们怎么让它成为低碳？事实上，池上这个部分，我们是非常爱护这个地球，大家都在讲爱护地球，但是怎么去做到尽一份子？跟各位报告哈。垃圾对池上自己的人来讲不是问题，对外面的人来讲，我们也认为说我们可以包容，我们可以接受，那但是呢，我们要的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未来，所以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是
怎么让这个环境不是只有池上好，我们就提到不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的一个连结怎么跟这个观光来做一个连结，就是说我们公所最近会做一个连结，就是跟旅游业者来做2天1夜的一个旅游，实质上来做连结，来到公所的我们的官网来做报名，然后我们转介到我们的这个大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民宿业者，转介到我们的这个饭店业者，然后由他们就刚才他们所提的，提供一些套票的优惠啊，食宿的优惠，把这个车辆直接管制到他们这个旅馆业者跟民宿业者我们所放的一个地方，包括他们自己的民宿区，包括饭店区，他们都是可以停车，包括我们公部门的客家园区、大波池刚才有提到的地努故事馆等等，那这一些都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做，那但是呢，可能不是一触可成啊。那乡长问一下，是这个计划听起来蛮美妙的，什么时候会开始动？我想应该在半年之内，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做得非常好之后，才跟我们的业者告诉他们怎么去做。那纵管处呢？这个旅游网我们怎样把它兜在一起？我们不是只看到一个点，我们拉出去变成很多条的线，那这些线红线、蓝线、绿线、黄线可以变成一个面那这个部分纵管处怎样把饼做大？那在目前整个管理处来说，我们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有都把所有纵谷地区这些的亮点的一个类似像池上这样的地方，都会做一些连结，甚至我们都还有可以让游客自己 DIY， 他自己针对这些点，他可以去做设计他自己的游程，对，那。当然，池上这边它是得天独厚了哈，它真的这个地方非常美，因为我每一年过年也都会来这边玩。那事实上，管理处这边呢也会持续的，就是说跟乡公所这边他们有一些比较好的想法跟做法，那我们也都可以去搭配。只要他们跟纵管处提出来，纵管处都愿意育成。对，我们会去辅导，看怎么样，大家一起来协助，大家一起来促成。对，好，谢谢。好，刚刚我们的乡长讲到。半年内要上路的那个计划呢，它其实需要很多当地的休闲业者、观光业者来共同的这个投入跟参与哦。那不知道我们现场没有来到我们这个观光休闲业者？好，我是台东县议员。台东县议员，好，是好。那您怎么看这件事情？跳下讨论来对，听差偏所问题，大家跟你讲，所以第二条路哈，也很多大家要整合了哈，包括常常也听到观光客来怎么发生意外，路不熟，救护车也常常听到。造成这边的负担了哈，当然，大家地也在座的农民大家地做环保业者又赚了钱，从事跟旅游也相关的又赚了钱，你做环保的做米糕的，但是大家都怀疑啊，农民营贵嗰边赚了好多钱啦哈，你米营贵观光客安多，唔是在出唔是在出本地营贵都买的，因为问题嘛，大家有在探讨了哈，发展观光真的要全民配合了哈。那我是希望说，建议说，企业的投入、企业的回馈，因为当然是有他们来这里投资，来这边就是拍广告，当然我们池上也因而红了。那我们是希望说，企业界能够再度的能够给予投资，然后我们也可以说，譬如这个博朗大道，它这个瓶子，那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如厕的那个外观。然后也是一种植入性的行销，那对他也好，对我们也很好。然后大家都能够说，来到这边，实际上是好山好水好地方。可是真的，如那个厕所不方便的地方，真的好像什么景观都不美了，不漂亮了。我是希望说，能够引进更多的企业来这边投资，跟我们的支持。希望我们池上，有这么好的人文，有这么的产业，还有这么好的观光景点，希望能够说面面俱到，什么都好。最近呢，可能村民有一些反映，就是噪音的问题。因为我们从导览我们透过导览可能就是会产生一些噪问题，但是我们这个科技嘛总是有解决的方式。像我们现在朝向就是用那种无就是没有声音的导览就是透过无线电透过耳机的方式去做导览这个很快就可以解决了再来就是，所以居民的这个对于这个游客这些失序的行为，或者是这些比较不好的建议、不好行为的建议，你们都有这个从善如流的，是尽快想办法改善就对了。这个都会改善好但是说句真的，
观光啊，无非就是让游客来这边吃喝玩乐啊。那我们池上真正做到吃喝玩乐这一块就是村民等大家共同要来结合的吃喝玩乐就是要赚钱嘛那观光就是要带来观光财那不能单从某几家业者去赚取这些财，那就是大家共同要来努力的地方怎么把游客留下来，怎么把游